中二級數學科第9章整數指數定律。負指數。負指數係點樣出現嘅呢？譬如話，如果你計呢條數3嘅2次方除以3嘅4次方，之前講過，如果佢嘅底係相除，上高嘅指數可以係相減，於是會出現咗3嘅2減4次方。2減4係唔夠減㗎，於是會出現咗3嘅負2次方。呢個負2次方就係咁樣嚟㗎啦。但係另一方面嚟睇，我哋都知道所謂3嘅2次除以3嘅4次，可以用一個直式嘅形式表示。而當中3嘅2次同3嘅4次所代表嘅係一啲嘅自乘嘅式，例如3嘅2次就係3乘3啦，3嘅4次就係3乘3乘3乘3。於是乎，如果我哋約簡咗之後，得到嘅就係上邊分子係1，分母係3嘅2次。你會見到呢，睇落就好似就係下邊嘅次方有正，但係上邊呢就冇啦。於是約簡變咗做1。如果咁講法的話，既然係同一條嘅題目，得到兩個唔同嘅答案，分別就係3嘅負2次同埋3嘅2次方分之1。同一條題目，兩個唔同嘅答案，所表達嘅意思應該係一樣嘅。咁所以呢兩樣嘢，3嘅負2次方同埋3嘅2次方分之1，應該係相同嘅嘢。咁因此，你見到題目所講嘅3嘅負2次方，其實係可以咁樣去表示嘅。當中表達到咩信息呢？就係話當嗰個符號出現嘅時候，其實嗰個數字就可以出現一種分子分母類似嘅上下顛倒。個符號冇咗啦，但係本來係冇分母嘅，就變成咗有分母。於是得到嘅就係9/1，因為3嘅2次係代表9。如此類推，你發覺呢個符號呢，好似係一個用嚟顛倒嘅工具一樣。我睇下一個例子，呢度有個-5，同樣地有呢個符號的話，就表示佢可以上下顛倒。本來佢係冇分母㗎，又或者咁講，佢嘅分母本來係1。呢家我哋進行上下顛倒，然後個符號互消失咗，於是就變咗做 b 嘅5次方分之1啦。原本 b 嘅負5次冇分母，但其實知道隱藏嘅分母係一個1字。我哋將分子同分母上下顛倒，同時間個符號會消失咗，就得到我哋想要嘅答案啦。呢個就係關於負指數以正指數表示嘅一個嘅方法。我哋睇下一個例子 ，c 嘅2次括弧負1次方。用相同嘅方法，我哋先化簡咗有關於冪嘅部分，2同負1照樣可以乘埋佢，於是得到嘅就係 c 嘅負2次方啦。呢度如果我哋需要以正指數表示的話，同樣地，我哋知道佢隱藏咗一個分母就係1。要抵消呢一個嘅負指數，我哋可以通過顛倒嘅方法嚟消耗咗呢個符號。於是顛倒咗之後，符號消失，得返嘅係 c 嘅2次方。而顛倒咗之後，分子就係1，得到嘅就係呢個答案啦。